安静咱的心，先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求信心，安静咱的心。今仔伫礼拜中，来当领受对上帝来的启示。咱也为着所有服侍同工来祈祷，互所有服侍同工会当放落家己，诚做互信心来感动，诚做一个人，会当引带咱大家做伙伫礼拜中来到主的面前。咱也为着还袂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保守因的脚步平安，紧紧来到遮，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只是咱着先开嘴，为着咱家己，为着服侍同工，为着还袂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我们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你伫主日的早起，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主，阮恳求你即时陪伴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的心会当你来拍开。主啊，你的信心来感动阮，互阮今仔日伫礼拜中会当甲你相拄。主，阮嘛要为着今仔日所有的服侍同工，无论因担任什么款的职分，主，互阮会当同心合意，互信心来感动，诚做一个人，会当引带你的百姓，甲阮做伙来到上帝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甲你相拄。主，你家己亲自愿每一个人来感动，也愿每一个人来启示。主，互阮会当得到你的带领，互阮伫生活中诚做你所欢喜的人。主，我嘛要为着还袂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摆咧伫你的手，恳求你保守因的脚步平安，会当紧紧来到阮的中间，做伙敬拜上帝。主，愿阮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会当荣光归互你。阮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着趁上主找袂到的时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求叫伊。邪恶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向上主，伊为怜悯伊；着归向咱的上帝，伊为宽宏赦免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充满怜悯、甲慈爱阿爸的上帝，我们感谢俄罗你，也要极恭敬拜你，因为你的名伫全地极其宽大，你的听、长、看、悬、深，阮拢袂当测度。你体贴阮的软弱，拄起阮一切重担。将活命的路指示阮，我嘛要用谦卑、较无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赏赐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互阮认捌你，也认捌阮家己。愿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来圣洁，互阮无过真做罪的奴仆。我嘛要靠你救赎的恩典来顺服你，谦卑甲你同行。是阮的主。当阮软弱的时，求你勇壮阮的信心；当阮偏离你的道时，求你透过你的话来提醒；当阮骄傲的时，求你管教阮的真理来照光阮，互阮离开黑暗甲邪恶，常常经历你帮助甲祝福，知影什么是你对阮的要求，互阮的所做拢合伫你的教示。求你使阮有智慧，知你的心意，伫生活中活出你美好的生命，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水，恳求你施了美好的愿望，愿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接纳，合你的心意，互阮合适谦卑顺服忍耐的功课。主啊，求你互阮有热切的心。为着阮的朋友、亲人得到福音来祈祷，也互阮搁看见所带到的代志，会当真做迄日。若是你所求的无下伫你的心意，求主互阮知影来修正阮的心思意念，
来遵守你美好的旨意。阮只是嘛要将教会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保守看顾，互阮彼此相听，同心为着教会所有的事工来推动，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也透过侪信仰的前辈，最好的事工来见证你的大权能，互阮对圣经的认识以及成长。我嘛要将这的机构仰望伫你的手中，无论是宣教的事工，也是社会、社区、弱势、老人、甲幼儿等等，拢会当真正利益伫正人，互主来祝福，嘛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来荣耀你的圣名。稳定的主，阮感谢你为台湾甲世界，伫即个混乱的世界，阿爸爸上帝啊，求你保守台湾甲世界，拢有甲你同在平安，有和平，有公义。伫你的听，互阮每一天所行，有你甲阮同在，互阮的心无惊吓。愿稳定平安医治，拢临到台湾这块土地。我嘛要为这来献上阮的感恩，阮所感谢祈求拢无够额。我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做伙来祈祷。你的国平安，你的旨意行，你的意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让你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对互阮离弃，就叫阮对你的爱，民国全民平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来交托启应文第23篇，诗篇118篇，记载伫圣诗后面35页。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有耶和华教我伫地，我就毋惊。就甲我开义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去杀的石，已经成做出甲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耶和华啊，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当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赞美，咱要请迦南诗班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是何塞那归伫凯旋的主。
愿一切的荣光拢归乎上帝。咱即摆来读圣经，三甲来领受上帝话。第一位的经文是记载伫新约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12至19节。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伫235页，现代中文修订版是167页。隔日来过节一大群人，听到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举棕树枝出去迎接话讲：和散那，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以色列王应该受称赞。耶稣看到一只驴仔囝，就牵来行，照圣经所记载。锡安的妇人人啊，毋免惊，看。你的王骑驴仔囝得来啦！伊的门徒原来未了解这项代志，毋过耶稣得到荣光的时，因才想到圣经所记载这项代志，是在指耶稣。代志嘛，照安尼发生伫因的身上。耶稣叫拉撒路出梦，互伊对死搁活迄时，甲耶稣做伙伫遐。迄群人有继续在这见证，众人嘛出去压制耶稣，因为因有听到伊行这个神迹。法利赛派的人就互相讲：咱较早嘛无采工，你看，全世界拢对伊去啦。第二位的经文是旧约的圣经民数记第21章第4至第9节。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伫286页，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是181页。以色列人对何尼山出发，驶过以东的地，往红海路行，伫路里，因的心真烦，就埋怨上帝甲摩西讲：你是安怎带阮出埃及，互阮来死伫即个旷野？遮无食米，无水，我嘛无爱搁食即个白煮无味的物件。上主就派火蛇入去人民的中间，教因。以色列人死真多，人民就去甲摩西讲：阮有犯罪，因为阮讲话攻击上主甲你，请你求上主甲遮的蛇赶离开阮。摩西就为人民祈求，上主对摩西讲：你自一尾蛇吊伫旗杆顶，所有互蛇夹着的，一个看就会活。摩西就自一尾东蛇吊伫旗杆顶，所有互蛇夹着的，一个看即尾东蛇就活。圣经以上。今早起，赐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棕树主日的启示，
仰望救恩，顺服军队。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是受难周的开始。这是一个提醒咱思想，主耶稣为着救赎咱，承担咱的罪过，受苦钉十字架，而且伫第三日国外时刻，咱毋但要省察这段救恩过程甲咱的关系，搁较爱反省。咱要怎样来回应这份恩典？讲到进前，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上帝，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前，阮要献上感恩。主恳求你的信心，即时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得到对你来的启示。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通过今仔日的圣经，约翰福音12章16节到16节，甲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互咱做伙来思考，耶稣基督伊是安怎忠心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以及伊要互咱的救恩。咱大先来看耶路撒冷城的群众，因是用什么款的心态来迎接耶稣？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12章，甲咱讲，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情形，咱会当看出群众对耶稣的期待，甲耶稣本身的表现有真大的差别。咱先来看群众对耶稣的期待。根据路加福音19章35节到36节。以及约翰福音12章13节的记载，群众在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因将家己的衫铺伫路里，伊的手嘛摕着迄个棕树枝在欢迎，而且因的嘴拢喊讲：“何塞那，奉主名来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行动毋但是对耶稣是尊重。国家是对耶稣带着一个政治性的期待，也就是讲，群众因所期待、所迎接的，是一位勇敢、高小者，伫军事上得胜的君王。根据以色列的历史甲咱讲，棕树枝伫当时是一种代表革命甲得胜的一个记号。大约伫主前200年，犹太人和希腊人来统治，因为当时的希腊王因压迫犹太人的信仰甲宗教的自由，直到引起了犹太人的反抗。伫当时带领反抗革命的是一个叫做马加比家族的人。这个马加比家族的人，因着用棕树枝诚做记号，来甲希腊的军队相战。马加比革命伫主前167年延续到主前142年，将近25年的战争。最后，犹太人成功独立，也互因得到宗教信仰甲国家政治的自主权。一直到主前63年，犹太人互罗马帝国统治，因的独立到这为止。所以，伫新约的时代，当以色列人互罗马帝国在统治的时，因就一再望着上帝会当过一摆找派一位。亲像马加比迄款的领袖，来领导以色列人推翻罗马政权，复兴以色列国。当以色列军众因用棕树枝来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这就表示因期待耶稣
就是另外一位马加比。这个期待，咱嘛会当对以色列群众的嘴所喊话的“和散那，和散那，奉主的名来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来得到证明。和散那，伊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求主拯救阮，求主拯救阮。这就表示，这个群众因期待欢迎耶稣。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了后，会当带领因来反抗罗马政权，拯救因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因所期待的耶稣，是要领导革命、推翻罗马政权，是军事上的弥赛亚。因毋知影，耶稣来真正的使命。毋是为着政治上的拯救甲讨伐，耶稣来真正的使命是要拯救人的灵魂。咱来看耶稣是安怎来回应这个群众的期待。当耶稣选择听到女仔囝进入城的时，这就应验了旧约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这证明了耶稣的身份是用谦卑甲和平的人君，伊毋是用军事，也是战争君王的款式来进入耶路撒冷城。各位兄弟姊妹，耶稣清楚明白，伊搁较坚持上帝予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目的，为着要互群众了解耶稣来真正的目的，所以耶稣伊是用旧约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宣告，伊是徛着女仔囝的和平人君，毋是徛着战马的军事君王来进入耶路撒冷城。因为耶稣要互群众知，伊来是用和平人君的身份，毋是用军事君王的身份。是用疼甲怜悯，毋是用战争甲权势溃烂。因为耶稣来是要实现约翰福音12章15节，以及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所讲的。兄弟姊妹，耶稣伊毋望会当用这款的行动剧来改变耶路撒冷城的群众对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的迄个错误的观念。兄弟姊妹，以色列群众因为对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并无真正认捌，因只是停留伫家己的自我的认知，甲因一时一时的激情当中。即时，因完全无看见耶稣所讲所做的一切，因只是一直用家己所期待迄位军事上的弥赛亚来看待耶稣，也就是讲，因希望耶稣会当亲像马加比同款，来领导因、拯救因，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以色列群众因完全歪插耶稣的言行甲先知的预言，因只是想要用群众的压力来影响耶稣，假做因所期待的军事弥赛亚。总是当因发现耶稣无照因的意思领导革命来反抗罗马政权的时，散啊！求主拯救阮，来转变做失望、生气，对耶稣喊话，将伊钉十字架，将伊钉十字架。兄弟姊妹，当人若只是看重家己的利益、甲期待时，就会亲像耶路撒冷的群众同款。
真学得真正认捌上帝的心意，也失去了得到救恩的机会。亲爱兄弟姊妹，互咱想看卖，咱跟对耶稣，是因为耶稣伊会当满足咱的期待甲利益，还是咱跟对耶稣，是因为伊就是咱的救主呢？接着，咱来看民数记的以色列百姓，甲耶路撒冷的群众的无共，因是安怎来转变信靠上帝，来高举、来仰望高举的救恩。首先，咱来看以色列百姓的埋怨甲管教。伫今仔日的旧约民数记甲咱讲，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将近要40年啊。当时对埃及出来迄个20岁以上的人，差不多拢死伫旷野。只是上帝犹原带领因甲因的后一代，继续前往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民数记21章记载，当因对何尼山起行要前往迦南地时，因为以东的拒绝，因必须爱伫旷野，爱来西远的路来行。以色列百姓因为路途变了搁较远，搁较艰难，因就开始烦躁，口出恶言，用恶毒的话来埋怨、攻击上帝甲摩西。因毋未记得上帝这40年来的恩典，因犹原弃嫌上帝伫旷野所收赐的玛纳是啥物？白纸歹食的物件，抵到上帝管教临到，上帝就提掉对以色列百姓的保护网，就是互旷野中的毒蛇进入到百姓的中间，抵到济人互毒蛇咬死。兄弟姊妹，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经过了伫旷野将近40年的流浪，因甲顶一辈的百姓无共，因为圣经记载，当上帝管教一显明，因就马上认罪悔改。民数记21章第60到第70讲，上主叫毒蛇进入人民中间，济以色列人互毒蛇咬死。人民来记摩西讲，阮出恶毒的话攻击上帝甲你，阮犯了罪。现在求你祈祷上主，互这个蛇离开阮。各位兄弟姊妹，是以色列百姓主动来记摩西，因毋那是认罪。因也知影要安怎停止上帝管教的方式，就是来到上帝面前，祈求怜悯甲赦免。亲爱兄弟姊妹，埋怨，互咱离开上帝，同时也离开了上帝对咱的保护甲祝福。当以色列百姓因开始埋怨的时，上帝就离开因，甚至无爱甲因同行。这个埋怨的态度甲话语，互上帝原本也砍伫以色列百姓野区迄个四周围的保护网来摕掉。各位请注意，旷野原本就是毒蛇野兽因时常出入的所在啊。想看卖，以色列人因伫旷野行了将近40年，因从来拢无拄着这个毒蛇甲野兽。实际上，这是上帝一直在保护因，毋过因却
袂记得上帝过去的恩典，只是注目伫眼前的不满来埋怨，直到灾祸临到。同款，亲爱兄弟姊妹，咱掠做即个世界是安全的吗？当然毋是啊！咱来知，假使无了上帝保守看顾，即个受到罪恶控制的世界，也是撒旦四处横行的所在，咱基督徒就会诚做受攻击的对象，生活会惊吓不安、胆战心惊、无安全感。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埋怨会互咱离开上帝，也互咱这骄傲的咱暴露伫罪恶掌管的危险中，失去了上帝保护。第二，仰望同蛇来得救。当以色列变是人罪悔改了后，上帝保护网就恢复啊，毒蛇也离开啊。但是真正互毒蛇咬着的人要安怎？有啥物药啊，或者啥物方法会当医治因来救因的性命吗？民数记21章第8节有记载，上主吩咐摩西做一条铜蛇，挂伫条仔顶，通互铜蛇毒蛇咬着的人，一看到这蛇就会活。各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顺服的信心的学习，因为上帝知以色列变是上大的镜头，就是骄傲啊！人一旦骄傲，就只是想要挖靠家己。总是当人挖靠家己的时，只要一拄着困难，无法度解决的时，就会埋怨。当人开始埋怨的时，目睭所看到的，拢只有家己。所以，只有当人来感恩的时，咱的目睭才会离开这的困难，目睭会当转向上帝，仰望上帝。所以爱知影，当咱失去了对上帝顺服的信心的时，埋怨就会占满咱的内心，互咱可怜家己，自爱自怜，陷入痛苦的深渊，而无法自拔。圣经甲咱讲，以色列百姓因选择顺服上帝的话，而且是用信心来仰望铜蛇来得到医治。各位，咱要安怎恢复对上帝的信心呢？互咱学习以色列百姓谦卑家己，认罪悔改，来到上帝面前祈求怜悯。当咱来到上帝面前，就要带着顺服的信心，尤其是受到重大的管教了后，需要更较大顺服的信心，才甲转到上帝面前来祈求。圣经甲咱讲，上帝用超过人所会理解的方法，就是爱摩西做一条铜蛇，而且将铜蛇挂伫悬悬的条仔顶。民数记21章第9节讲，既若互蛇咬着的，只要去仰望看迄条铜蛇，无论你伫倒位，只要有看，你就会得到医治来活。各位，这是啥物道理啊？咱中间有医生想讲这是无可能，若是照咱人的理性思考，这确实是无可能。哪有这款奇怪的方法？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的方法。因为上帝的目的是要互骄傲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学习顺服的信心。顺服的信心就是咱要转到上帝面前，听坦佮照上帝的话去做。所以，上帝用什么款的方法
拢无重要，上重要的就是咱是毋是愿意顺服上帝的方法去做。只要愿意，就是有顺服信心的人。其实，伫上帝大权能的中间，要得到医治的方法是啥物，并无重要。上帝伊无用迄条铜蛇，同款会当医治人，因为上帝伊毋免借着任何的媒介也是方式，伊也会当解决咱人的问题。上要紧的是，伊爱咱用顺服的信心去相信伊，去亲近伊。第三，中秋主日的启示，各位兄弟姊妹，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咱搁一摆看见，上帝救恩是对旧约一直到新约，拢是一脉相承。上帝听甲恩典，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得到完全的显明。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互咱学习三个重要的功课。第一，要确信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以色列群众期待耶稣成做军事上、政治上的君王，来解决因眼前的困境。但是耶稣带来的是生命的救恩甲平安，是为着救赎人的灵魂。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也捌因为错误的期待，来曲解上帝的计划呢？咱就用谦卑的心来迎接耶稣，互伊伫咱的生命中掌权作王。第二，只有仰望耶稣，才会当带来生命的救恩。以色列人伫旷野仰望铜蛇来得到医治。今仔日，咱也只有仰望十字架顶的耶稣，才会当对罪恶中得到拯救。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伫困境中愿意注目看耶稣？咱是毋是常常受到环境的影响，袂记得来仰望耶稣呢？请咱将眼光对家己的困难中，转仰望耶稣，信靠伊的救恩。第三，对口头的欢迎，到真实的军地。以色列群众一开始喊话：“和散那，求主拯救阮！”几工了后，就大声话讲：“定义十字架，定义十字架。”兄弟姊妹，想看觅，咱是毋是伫家己的期待中来欢迎耶稣，却伫咱家己期待失落中弃杀了耶稣呢？请咱会记得，真正的信仰是伫任何的处境中，咱拢坚持对耶稣的信靠甲顺服。咱应该爱有的回应。今仔日是受难周的开始，互咱回顾主耶稣已经向咱显明伊的疼甲救恩，伊担当咱的罪来死，谦卑行十字架顶，为咱带来救赎。牧师要邀请咱大家做伙用行动来回应耶稣的救恩。第一，就是爱真心决志，献就咱家己。特别这个礼拜，请咱每一个人会当特别加半一款时间来亲近主，默想十字架救恩，来更新咱的信仰，甲咱的威信。第二，
真做基督的见证人，将上帝救恩活出来。伫家庭中、伫工作中、伫教会中，来显明耶稣基督的疼，真做耶稣疼甲恩典的见证人。第三，活出基督的款式，互咱学习耶稣基督的言行，伫生活中真做和平的使者，互咱的生命发出耶稣基督的香味，带互别人祝福甲恩望。最后，兄弟姊妹，无论是主耶稣顺服完成上帝救赎的使命，也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独独仰望当蛇来得到医治，这会拢显明一个重要的信仰功课，也就是讲，只有用顺服的信心来仰望上帝，顺服上帝旨意，咱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救恩甲平安。今仔日是受难周的开始，牧师要提醒咱大家，这个礼拜咱就避免参加欢庆或者是宴乐的活动，为了家己保留一寡时间给耶稣，通过每日的灵修祈祷，来甲主同行。特别这个礼拜拜四暗时7点半，教会伫10楼礼拜堂有举行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欢迎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这是一个特别的聚会，互咱会当甲主同坐倒，做伙来享受最后的晚餐，也互咱陪伴咱家己，互咱会当甲主同顶十字架，也陪伴家己会当甲主同过活。亲爱兄弟姊妹，中秋主日提醒咱，耶稣基督是和平的人君，也是受高举的救主。你是毋是愿意拍开心门，也旨意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的生活，掌管罪恶？你是毋是愿意仰望十字架，得到医治甲救恩的？愿咱的生命因为仰望耶稣基督来得到医治，而且用顺服的信心来回应伊的呼召，真做上帝祝福人的器具。愿信心帮助咱，甲基督同死同过活，带着信心甲盼望，继续勇敢向前来行。咱做伙来祈祷。天父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今仔日互阮做伙来到圣殿，领受你的救恩。主，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互你的唯一加做阮的帮助，你的信心来引带阮，互阮所行所做，会当活出耶稣基督国外的新生命。主，恳求你伫即个礼拜特别帮助阮，有搁较侪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会当甲你同行十字架的道路，互阮甲你同顶十字架，也陪伴家己来领受你国外的新生命。主，阮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引带阮。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115首。我心仰望十字宝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此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感谢慈悲疼痛、恩典满满的上帝，求你感动阮的心，坚定阮的奉献，互阮甘心乐意来向你献上金钱、时间，甲阮的才能。愿阮每一个人拢互你来所用，互你的教会大大来建造。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们。请坐，请咱掀开周报第4、第5页。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棕树主日，纪念耶稣谦逊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为着咱疼咱、救赎咱，行各个他受苦的路。本周是受难周，请兄弟尽量避免
沿路甲旅游，透过逐间祈祷甲主动行，搁一摆笑脸体会主耶稣基督为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的疼甲救赎。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是4月17拜四暗时7点半，伫10楼礼拜堂，请兄弟备办心参加甲主同做的。即摆的礼拜特别为着灾端发人的时罕儿社会福利基金会奉献。成营牧区的事工，爱邻扫街，搁偌济诗歌快闪。耶稣基督搁我为咱带来生命的力量甲愿望，互咱用诚实的行动为社区带来祝福，也要将耶稣搁我的好消息甲厝边来分享。时间是4月20号，下礼拜第3场礼拜以后，伫北控1的教室用餐以后来集合来出发。地点伫永盛公园、新生公园、永靖公园，最后集合伫2位的要进行大合唱。第一是双连的捷运站2号出口的广场，第二是金西街双连菜市场的入口。对象是欢迎各团体同工、诗班的同工、牧区的区长、小家长、小组长踊跃来邀请兄弟姊妹来参加，并以单位来报名。报名伫本主日的截止，来成营牧区的灵感树的来连结，还是来扫描这个 QR code 来线顶的报名。具体关怀本会会友陈美生的姊妹爸爸陈荣活长乐伫4月3号安歇主怀，定伫4月12伫台北市博爱馆举行纪念告别礼拜，感谢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本会会友罗胜泰兄弟妈妈罗鹏金枝牧师娘罗荣光牧师的太太，伫4月7号安歇主怀，定伫4月19拜六下晡1点半，伫台北市博爱馆的景永路3楼至美3厅举行纪念的礼拜。伫4月20下礼拜下晡2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追思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恭喜关怀这个本会会友汪业正兄弟，甲台东圣教会周怡婷姊妹伫4月26拜六的下晡2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礼拜。欢迎大家来观礼哦！愿上帝祝福新人。还有一个具体消息的补充的报告是，本会会友陈慧娟姐妹爸爸陈忠孝先生伫4月11过身，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牛埔庄港寓所的委员会伫5月11主日下晡伫牛埔庄甲教社委员会联合主办行动的电影院，请你甲你的妈妈做伙来教会欣赏《爱子归来》。地点伫10楼下礼拜堂。第3场礼拜结束，12点半有一个简餐，1点到2点半有电影欣赏，2点半到3点是李金惠导演要甲你聊聊天。为着要保障安尼有作为，所以电影欣赏有2个阶段要报名，这拢爱需要来报名吼。有提供简单的餐点，请兄弟来配合。第一阶段是教会内部的团体实名制的团报，这限350名。登记的时间到4月20号截止吼。
参加安尼团契客友甲牧区的小组，会当来敬庭干事来统一来报名。第二阶段是教会甲个人的报名。煞接安尼过偌一个赞美礼拜，伫4月20号的主日上午10点半，10楼伫10楼的礼拜堂，请兄弟同心来参加，做伙来庆祝主过活的日子。即晚请兄弟做伙来看一段影片。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今天要来介绍4月20号，我们圣歌队要在复活节赞美礼拜当中为大家献唱的巴哈的作品，它的编号是第4号的清唱剧《Christ lag in the Spanden》，就是基督躺卧在坟墓里的清唱剧。那我们先来介绍巴哈的简单的简介。那他是从1685年出生，一直到1750年过世的德国作曲家以及管风琴家。巴哈认为，音乐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还有为了更新及重建人类的心灵。当他为了每周的主日礼拜写清唱剧的时候，总会在页首写上2个拉丁文大写 JJ， 耶稣 Juva， 意思是耶稣帮助我。在完成的最后一页，他则写上 SDG， 就是 Soli Deo Gloria， 就是只为了上帝的荣耀。乐曲的歌词是引用马丁路德所写的圣诗 Christ lag in the Spanden， 把7节的歌词就全部让巴哈引用在清唱剧里。本曲共分为8段，序曲是一个小2度的一个下行音程的一个死亡动机作为开始，像是不断的叹息及回音交织成基督躺卧在坟墓中的E小调的氛围里。在第5首男低音齐唱曲中的最后一句，信心展览看雅西喜，看雅以相差15度音程向下的反差来谱写。巴哈展现了上帝的逆理，就是向下死后复活，赢过死亡，震撼人心的结束乐曲。最后一首是圣咏曲瓦命的饼，将耶稣基督经历死亡、坟墓、战胜及复活的信息完整的集合在圣咏的歌词中，让会众记住这个重要的信仰核心。但愿我们在4月20号第3堂礼拜当中，透过巴哈的视角与音乐，一起来感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与复活。咱即马请四牧师来介绍来宾甲牧友的代祷。欢迎来宾进前，我先来补充一下，就是咱拄则有看到第4点爱灵扫街甲复活节诗歌快闪，咱报名到今仔日下晡3点，爱参加的人请咱一定爱报名，因为咱要准备简餐甲咱摒扫的工具，请咱一定爱报名。这是我要来代表教会来欢迎。来，第一届甲咱做伙做礼拜是讲久久无转来的兄弟姊妹啦吼。来，第一位咱要来介绍的是李淑芬姊妹，伊是对美国波士顿转来的，伫遮吼，伊嘛是金泉长老的朋友，咱欢迎吼，请坐。好，请坐。第二位是就是咱的美仙的家族啦吼，陈华英丢落伊的遗族吼家属。咱的丢老娘嘛伫咱的中间，啊，佮因的子孙、囝儿拢伫遮。伊要感谢大家昨协助一切，互爸爸的个别礼拜会当食做因公主的时刻，那么继续为着丢老娘，继续为着即个家族来祈祷。好，请坐。煞正要来欢迎咱的双连人呐，
陈龙弟兄甲蔡玲李姊妹夫妇吼，欢迎因登到家己的厝，吼，甲咱做伙来做礼拜，吼，欢迎。只是毋知还佫有人无写着新朋友的名单，还是第一届来有无？无吼，好，只是咱做伙来牧养代祷。听阮的主上帝，愿在你听阮，你互耶稣多加肉体来到世间，承担阮所有的罪过，也互阮因为耶稣基督会当得到新的生命。主，阮恳求你来帮助阮每一个人，通过得到新生命，阮会当活出主你好的见证。主啊，伫即个时阵，阮要特别为着身躯白听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的医治来临到因。主，当因孤单的时，你加做因的伴，互因知上帝永远拢伫因的身躯边。主也要为着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用你的光照伫伊黑暗的所在，互当你的光若入入，所有的黑暗拢要离开。主，你着互伊牵着因的手来行过艰难的时刻。主，我嘛要为着厝里有人死失的家庭来祈祷。主，恳求你来安慰因，拭去因的目屎。主，也互因知上帝你掌管阮的人的生，也掌管人的死。主，互阮抱着一个极大的愿望，将来阮伫天顶有阮要甲阮的亲人甲上帝相见面。主啊，恳求你施恩祝福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主，通过阮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加做阮的帮助，互阮转到厝里为主做水的见证。主，恳求你施恩祝福，祝福阮的国家，祝福阮的教会，祝福阮所有的机构，拢会当荣光你的名。阮来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来吟圣诗512首，愿咱救主基督耶稣基督，请做伙起立来吟全首。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伫每一天拢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用顺服的信心，跟缀耶稣伫咱的生活中做水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叹、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坐，密道声温，强受切恳。